新界西北選區選舉論壇，立即邀請5位候選人出嚟先。首先係1號民建聯候選人周浩鼎。過去呢幾年，我哋攜手解決咗好多唔同嘅社區問題，加高咗阻街嘅罰則，優化咗牙科嘅服務，取消咗通宵輪候，參與咗修訂註冊牙醫條例，大欖隧道轉車站繼續幫大家爭取有升降機。到2號實政圓桌莊豪鋒。新界西北2號莊豪鋒，田北辰嘅接班人，喺屯門元朗多個地區辦事處工作，同時咧喺立法會深度參與田議員嘅政策研究。我哋深信交通就係所有發展嘅核心。3號獨立無黨派候選人梁明堅。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新界人，用我專業嘅知識去規劃城鄉嘅建設，構建城鄉共融，解決本地居民嘅原區就業、消費嘅問題，希望能夠減輕年輕嘅家庭生育教育嘅壓力。4號新民黨候選人金文峰。喺新界西北做咗地區工作10幾年，咁同時亦都喺復旦大學咧修讀緊政治學理論嘅博士。我希望將我喺地區嘅經驗同埋我專業理論知識喺立法會為大家出謀獻策。我哋亦都要協助我哋嘅政府融入國家嘅大局。最後5號工聯會候選人陸頌雄。保就業、拼經濟、為民生，貫徹落實本地僱員就業優先，要求政府檢討並收緊外勞政策，嚴厲打擊黑工，做好再培訓同埋職業配對，鼓勵銀髮就業。嚟緊陸陸續續會有更多選舉論壇，好好了解自己選區嘅候選人，就要繼續留意新界主場啦。